唔使食嘢嘅，一世人咧完全唔使，淨係飲水同睇太陽咧就可以維持生命啦。你食足44分鐘之後咧，你就可以咧間中可以1個禮拜或者2個禮拜食一次得啦。行完嗰啲沙咧熱辣辣咧，成身都舒服晒。嗱，今次咧同大家講下食太陽。有冇搞錯？太陽都可以食啊！咁啊，當然咧，大家明白點食太陽啊？太陽好殘眼嘅喎，摸得太多咧，嗰啲紫外線會能夠傷害隻眼嘅喎。嗱，我哋唔好講人食太陽先，我哋講下有一樣嘢咧係經常食太陽嘅，叫做植物。我哋讀書嘅時候都聽過植物係會發揮呢個光合作用啊！植物咧通過光食光啊，通過我哋水啊，然後產生氧氣，製造一啲叫有機化合物。其實植物咧對我哋嘅重要咧，就係因為佢喺整個食物鏈裏邊咧扮一個重要嘅角色。所以我哋講嘅係地球上嘅綠化，我哋城市個綠化係好重要嘅。其實對我哋嘅人生、我哋嘅養生有好大嘅幫助。記住，得閒咧都喺屋企養翻啲植物。好啦。光合作用呢個咁嘅講法咧，其實唔係出現咗好耐，好多人唔好以為啊，因為以前好似古希臘時代，亞里士多德就話食物嘅營養係嚟自土壤，冇諗到同光有關。直至到1771年啊，有個英國嘅科學家叫做 Priestley，P-R-I-E-S-T-L-E-Y， 佢咧就發覺到將一隻老鼠擺喺個密封嘅玻璃罩裏邊，隻老鼠會窒息。但係如果玻璃罩擺多塊薄荷葉嘅植物，一塊薄荷葉，嗰隻老鼠就會醒翻，就發覺到咦，原來植物其實係有佢嘅效用。後來直至到1894年，美國科學家先正式喺教科書提出光合作用 （photosynthesis） 呢個咁樣嘅講法。嗱，植物通過光、通過水嚟製造有機化合物，點解我哋人唔可以呢？你睇下而家我哋都有經所謂叫做太陽能啊！我有啲朋友喺間屋度裝咗太陽能咧，好過癮喎！每年咧呢個係電費咧可以有收入，俾翻啲電佢用唔晒嘅話，咁而家有中環我哋有啊呢個所謂叫做係電動車咧，唔使用我哋呢啲汽油咧。有各種唔同嘅太陽能嘅裝置，認為太陽係所有能源嘅來源。點解我哋唔可以利用太陽嚟為我哋製造能量呢？我哋食嘢都不過係要想獲得能量啫。既然太陽有咁充沛能量，我哋可唔可以用太陽得到呢？問題咧就係我哋並冇葉綠素，但係我哋有一個好重要嘅器官係其實可以吸收太陽能嘅。大家可能唔知，呢個就係我哋嘅視網膜同埋我哋嘅松果體。呢個我哋身體上咧，我哋嘅正極就嚟自我哋嘅松果體，我哋嘅負極就嚟自我哋嘅腳底。所以問題，如果你能夠通過凝視太陽，英文叫做 solar gazing，G-A-Z-I-N-G， solar S-O-L-A-R， solar gazing， 你吸收到太陽嘅能量咧，你就可以令到成個身體變成一個電容器。食太陽有個秘訣，就你一定要赤腳，你唔可以着鞋着襪。同埋你食太陽嘅時候，你望太陽嘅時候咧，你唔可以戴眼鏡，亦都唔可以戴隱形眼鏡。咁點樣食法咧？嗱，呢個食法咧有個簡稱叫做 HRM。點解叫做 HRM 咧？因為嚟自一個食太陽嘅一個版。呢個人咧食太陽食咗22年而唔使食嘢嘅，一世人咧完全唔使，淨係飲水同睇太陽咧就可以維持生命啦。呢個人咧叫 Hira H-I-R-A，Rattan R-A-T-A-M， 同埋 Manek M-A-N-E-K， 所以簡稱叫做 HRM。佢咧就係1995年開始係食太陽，食到咧連呢個美國嘅NASA 嗰個你叫做航空局啊，都要請佢去由21個科學家監察住佢每日食太陽嘅變化，睇下身體點情況，而結果證明咗果然人可以食太陽。但係食太陽係有方法嘅，如果根據呢個印度人嘅講法咧，
你食太陽咧，你一定要令到你隻眼能夠習慣嗰個太陽光。所以話你初初食太陽嘅時候，記住你係企喺唔係我哋而家香港好難食太陽嘅，香港到處都係毫無泥石屎地，你唔可以隻赤腳踩喺石屎地嗰度，你一係踩喺泥沙，踩嗰啲沙度，去沙灘食太陽最好，或者你喺河邊喺啲泥地度，你食太陽要踏足泥地或者沙地，赤腳，然後你食嘅時候咧要有個步驟，初你望太陽個時間亦都有規定，係日出之後嘅1個鐘頭，每日天文台都有日出時間嘅，或者係日落前嘅1個鐘頭，個鐘頭之內你食，但係第一日你只係食10秒。你望太陽唔好望得太耐，要慢慢令到你身體、你嘅松果體可以習慣可以食太陽嘅。你望10秒你就唔食啦。咁啊，第二日咧就加多10秒。你逐步增加食太陽嗰個時間。你初唔好你話，哎呀，你望太陽以為多益善。第一日10秒，第二日10秒，就變咗20秒啦。第3日就30秒，又再加10秒。如是者每日加10秒，咁你睇太陽睇足1個月咧，到咗1個月滿咧，你就變咗嗰時期，你就變咗1個月之後，你就可以睇太陽，凝視太陽5分鐘。所以根據呢個印度人嘅講法咧，你凝視5分鐘咧，你都唔可以話，因為你長期啲食太陽，你食夠咧係9個月，1個月5分鐘，9個月咧咪就45分鐘咯，啊，佢唔使45分鐘，44分鐘就夠。你食足44分鐘之後咧，你就可以咧間中可以1個禮拜或者2個禮拜食一次得啦。咁你變咗已經儲存咗大量嘅太陽能嘅能量。但係呢啲講啊咁講啫，我哋喺香港咧，你有幾時？除非你係搬去沙灘住旁邊住咧，搬去河邊住咧。但係問題除咗食太陽之外咧，好似呢個印度人嘅介紹咧，最緊要飲水，唔好唔飲水。如果你淨係食太陽而唔飲水咧，其實亦都唔會增加個食太陽個功效嘅。水咧唔係飲茶、飲咖啡、飲湯喎，一定係清水，最好係井水、泉水、山水、溪水，大自然嘅水，嗰啲水先對我哋嘅身體有幫助。嗱，而家啲營養學家話，每日要飲8杯水，要飲清水，嗱，唔好以茶代水，以啡代水，飲足8杯嘅清水，最好係飲泉水啦，飲溪水、井水，然後咧又同時又食太陽。但係你可以慢慢啲機會食太陽，但係我覺得咧，我哋而家現代人要打工，邊有咁多時間啊？可能講啊，日出之後個鐘頭都未瞓醒，都仲喺度搞膠豬。日落之前咧仲返緊工，根本就冇機會食太陽。所以我覺得咧，你知道太陽嘅重要性咧，我哋呢個養生呢個山金養生咧，其實要改改啊！食太陽你咪間中食下咯，間中去海灘行下你咪食下。記住去到海灘嘅時候咧，記住要打大赤腳喺個海灘啲沙度咧行多啲路。我最近有個朋友話行完嗰啲沙咧熱辣辣咧，成身都舒服晒。你體驗下攞隻打大赤腳行海灘沙嗰種滋味同埋個身體嘅用處。另一個方法，記住，即使你工作忙碌，記住每日唔好忘記，每日都揾啲時間曬下太陽。我哋喺香港曬太陽啦，好多人成日喺辦公室度開冷氣，翻屋企又冇花園。根本冇一個空曠地方俾你曬太陽，盡量攞機會，特別係日出之後嘅個鐘頭，同埋日落之前個鐘頭，盡量俾自己曬多啲太陽。太陽始終都係能源，太陽曬落個皮膚度，即使唔經過你隻眼，曬太陽同飲水係一個養生一個最重要同埋最基本嘅智慧。咁啊，我哋講食太陽。食唔到咧，我哋至少我希望大家都可以1個禮拜都去一次沙灘啦，1個禮拜去下河邊咧，曬下踩下啲沙地咧，踩啲泥地咧。如果做唔到，咁你變咗每日都可以去，至少去公園咧。香港都有咁多公園，去公園行下，或者
晨運咧，走下路曬下太陽，最緊要其實晨運係一個好好嘅養生。每朝早晨運啊，尤其啲長者晨運咧，緩步跑、慢路走路都係一種養生。咁你曬下太陽、走下路咧，其實已經可以能夠咧，可以幫助你嘅身體係會越嚟越健康。或者你去公園打下太極拳啊，喐下喐身喐勢，順便曬下太陽，俾太陽嘅陽光射落皮膚度，但係唔好正午曬太陽。正午曬太陽咧，可能咧就會係有啲紫外線會傷到皮膚。皮膚太猛烈，紫外線令皮膚曬得太多，吸入咗太多紫外線係會容易患上呢個皮膚癌嘅。所以而家一定要小心曬太陽，都有佢嗰個技巧嘅，唔好俾猛烈嘅太陽曬你啊。咁啊，柔和嘅太陽就好好嘅，非常之。尤其有一樣我最喜歡嘅叫做冬日嘅太陽 ，very good， 好舒服。所以希望大家健康快樂。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希望大家能夠分享、訂閱同埋讚好。拜拜。